費明頓馬場元老騎師邀請賽有8位前世界高手參加嘅，閘箱打開，3檔金色三路易斯首先落後咗啊，然後橙色衫摩加里3排2步已經彈咗出嚟啦，喺隔離紫色衫就奧爾遜啦，藍色衫就係唐文瑟，一路俾住個馬走啦，已經緊貼第3位。最右手邊嘅啫就係咧紅色衫英國國寶八角啦，你睇下告東尼着住綠衫同埋隻世界已經係中檔咧，冚冚聲追緊向我嚟啦，勞易斯都追翻上嚟少少，最尾嗰兩隻就係左手邊貼欄黃衫斯基頓同埋粉紅色衫女將咧就係中連達啦，仲有200米到終點，八角首先突圍，但係咧告東尼一啲都唔輸蝕啦，你睇下掹住條邊咧隻馬咧世界咧就越比就越有啊！藍衫咧嗰隻唐敏生嗰隻馬冇乜幾多啦，哇！告東尼過頭為香港隊贏得呢場世界元老騎師邀請賽，第2名就係八角，跟住唐敏生，然後就奧爾遜、中連達、路易斯、史基頓同埋摩加利等。